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5号，今天是我们徒步干城张家大环线的第8天。我们今天敢离开这个原地，一路下坡和上坡下坡，就这样子来来回回的，大概下200多里，到达下一个原地。现在是早晨6点30分。मिनरल वाटर मत खन्ना क्वाटर मिनरल वाटर मत खन्ना क्वाटर 走吧走吧，让我们挥挥手，向青山说一声珍重。走吧走吧，让我们挥挥手，向客栈说一声再见。啊哈，再见，有缘以后再相见。我看见蓝对象把你手放大。今天的路也不太好走，一会直下，一会直上。现在是早晨10点33分，我们到达了吃中饭的地方。中午我们在这个地方吃离餐吧。这一节乱石坡非常难走，有很多泥石流，山上滚石头，很危险的。下午1点16分，终于到达了今天晚上的原地。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小窝窝里。我们向导小龙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只鸡，我们的背夫用刀粘的，现在准备做鸡了。这一家主人，小窝的主人在帮我们做泥餐，他是在吃萝卜，白萝卜。这是我们晚上泥餐准备的菜。